今天看这一章，给各位大家了解，我们修行，不管你怎么忙碌，但是不能忘记念佛。你看，谁闲谁忙，不忘念佛。随着自己可能很清闲，可能很忙碌，没有时间，但是你不能忘记念佛。一生净土，永结轮回。你一旦到了西方净土，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是你的至亲好友，随时都会疼爱着你，辅导着你，最后让你明心见性，成就佛道。你看，一生净土，你永结轮回。念佛一法，念佛这一个修行方法是方便直接，是最方便的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，不会为难的，不会有什么门槛，非常方便，简单容易。不管你是在走路，你在工作当中，或者是你在休闲期间，不管你在什么地点，不管你什么时候，你都可以念佛，就叫做方便。直接就最简洁的、最直接的、最快速的叫直接。善恶咸宜，不管你是善的人，是恶的人，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是一个愚痴的人，毫不分别，一点都不分别。佛是平等的救度我们众生，他不会跟你分别的。但是最主要是你要念佛，你肯念佛，相信念佛。我一念佛，佛要救度我，我相信，我愿意这样子。各位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希望你们要谨记在心。佛陀要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，让我们众生都有希望。我们很感恩啊，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阿弥陀佛。